Hi， 我係堅叔，歡迎返到癌友茶記，入嚟坐低斟杯茶先。今日堅叔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癌友完成治療之後都會遇到，但未必有人詳細解釋嘅問題。點解療程完咗，個人仲係咁攰？正式開始影片之前，有個廣告時間。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不斷肚瀉嘔，冇晒胃口，搞到冇精神。川渝醫學級褐藻靈，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加上高劑量桑黃，配合治療，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抑制異細胞達97%，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認住褐藻靈呢個名，陪你走過抗癌路。好多焦點都放喺腫瘤有冇縮細、治療有冇效果、報告有冇改善，但其實當治療完成之後，癌友仲有另一個階段要面對，就係慢慢返以前嘅生活節奏。好多完成化療、電療、標靶或者免疫治療嘅朋友，都會有一個共同感覺，明明醫生話療程完成，檢查結果都穩定，點解我個人仲未返到以前？朝早起身覺得攰，行一陣已經冇力。以前返工埋肯湊屋企人，做返以前簡單嘅事情，都覺得比以前辛苦。有啲人會以為係咪自己休息得唔夠，係咪自己體力差咗，甚至會懷疑係咪身體仲有問題。其實呢種情況喺癌症康復者入面非常常見。醫學上有一個專門名詞叫 cancer-related fatigue， 癌症相關疲勞。呢種疲勞同普通攰唔一樣，普通人工作辛苦，瞓少咗，通常休息1晚，放假幾日就會慢慢恢復。但癌症相關疲勞有時即使瞓夠、休息夠，仍然會持續，而且會影響日常生活。根據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 癌症相關疲勞指引，疲勞係癌症患者最常見嘅症狀之一。唔單止治療期間會出現，部分患者完成治療後，疲勞亦可能持續數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所以今日堅叔想同大家整理4個最常見原因。第一，治療後身體仍然處於修復階段。第二，化療、電療或者藥物治療令血液代謝出現變化。第三，治療期間肌肉流失令身體續航力下降。第四，睡眠、壓力、荷爾蒙變化令身體調節未完全恢復。明白呢4點，癌友就唔會單純覺得自己唔夠努力。第一個原因，治療完成，但身體未真正重新開機。堅叔以前最大誤解就係覺得治療完嗰一刻就代表身體應該慢慢恢復正常，但其實癌症治療完成只係完成其中一部分，身體經歷過嘅事情，包括手術造成嘅創傷修復、化療藥物帶來嘅身體負擔、電療對局部組織造成嘅影響、標靶或者免疫治療引起嘅身體反應，呢啲都需要時間恢復。尤其化療藥物其中一個作用就係針對快速分裂嘅細胞。癌細胞因為生長速度快，所以容易受到影響。但人體入面亦有一啲正常細胞，同樣需要快速更新。例如骨髓入面製造血球嘅細胞、腸道黏膜細胞、毛囊細胞。所以化療期間可能出現白血球下降、胃口差、口腔不適、疲倦等情況。即使療程完成，身體都需要時間重新建立平衡。呢個過程有啲似裝修，唔係油漆一掃完，第二日間屋就完全恢復。牆身、電線、水管都需要時間慢慢修復。人體更加複雜，所以康復期覺得攰，唔代表治療失敗。好多時係身體仍然喺修復。第二個原因，貧血令身體供氧能力下降。第二個非常常見原因就係貧血。紅血球其中一個主要功能就係運送氧氣，血液入面有足夠血紅蛋白 （hemoglobin） 先可以將氧氣送到肌肉、器官。如果血紅蛋白下降，身體收到嘅氧氣減少，就容易出現容易疲倦、行樓梯、氣喘、心跳加快、精神集中力下降。癌症患者出現貧血並不少見，原因包括癌症本身影響身體，治療期間骨髓受到抑制，營養攝取不足，慢性炎症反應。其中化療相關貧血係比較常見嘅情況，因為部分化療藥物會影響骨髓製造紅血球嘅能力，所以腫瘤科復診期間，醫生通常會定期安排血液檢查，例如 CBC 全血球計數、血紅蛋白水平、白血球數量、血小板數量。呢啲數字唔只係睇有冇問題，
亦可以反映身體恢復情況。有時癌友覺得我已經完成療程，點解仲係攰？但檢查可能發現身體嘅血液系統仲未完全恢復，所以康復後唔應該只睇腫瘤影像報告，血液、營養、體能狀態同樣重要。第三個原因，肌肉流失令身體變得容易攰，呢一點係好多癌友容易忽略。好多人成日睇體重，瘦咗就覺得好似控制得好，但癌症康復期間有一個重要概念叫肌少症 （sarcopenia）， 即係肌肉量下降。問題係體重下降唔一定代表健康，有時減少嘅唔係脂肪，而係肌肉。而肌肉係人體重要嘅功能儲備，佢負責活動能力、力量、平衡、新陳代謝，甚至影響身體承受治療嘅能力。癌症治療期間好容易出現幾個因素：第一，胃口下降，食少咗；第二，活動量下降，因為攰，所以少行少喐；第三，身體長期處於消耗狀態，結果就容易流失肌肉。有研究指出，癌症相關肌肉流失同生活質素下降、治療耐受度降低有關，所以康復後目標唔係單純食清啲，而係重新建立身體能力。其中兩件事非常重要：第一，足夠蛋白質；第二，適量阻力運動。蛋白質來源包括魚、雞肉、雞蛋、豆腐、奶類，唔需要追求昂貴補品，每日3餐有穩定蛋白質已經係重要基礎。而運動方面，唔需要一開始就跑步或者做高強度訓練，可以由每日散步、簡單深蹲、彈力帶訓練、輕重量訓練慢慢建立。因為肌肉唔係靠休息增加，肌肉需要刺激。第四個原因，睡眠、心理壓力同荷爾蒙變化。癌症治療期間，身體同心理都承受好多壓力，復診、檢查、等待報告、擔心復發，呢啲都會影響睡眠質素。有啲人會發現，以前一覺瞓天光，治療後容易醒，凌晨醒咗就瞓唔返，日頭精神差，長期睡眠不足本身就會增加疲勞。另外，部分癌症治療亦會影響荷爾蒙，例如部分乳癌患者接受荷爾蒙治療，常見藥物包括 tamoxifen 或 aromatase inhibitor 類藥物。部分患者可能出現潮熱、睡眠問題、關節不適、疲倦，而前列腺癌患者接受雄激素剝奪治療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 亦可能影響肌肉量、體力、情緒、睡眠。所以癌後疲勞唔一定單純係攰，有時係身體系統仍然調節緊。癌友康復後最容易做錯嘅3件事：第一件，覺得攰，所以完全唔喐，呢個其實好常見，但長時間不活動會令肌肉更加流失，體力更加下降。適量活動反而有助改善癌症相關疲勞，唔係叫大家逼自己操到好辛苦，而係慢慢恢復，每日行多幾分鐘已經係開始。第二件，只飲湯水，但忽略真正營養。香港人好中意煲湯、雞湯、花膠湯、蟲草湯，呢啲可以作為飲食一部分，但身體修復真正需要材料，例如蛋白質、熱量、微量營養素。好多營養其實喺肉、魚、蛋、豆腐等食材入面，唔係淨係飲湯。第三件，亂食大量補充品，希望快速恢復。癌症康復期間，補充品唔係完全唔可以食，但重點係知道自己食緊咩，點解食，有冇同藥物互相影響。最好同醫生或者註冊營養師溝通，因為康復最重要唔係食最多，而係建立一套可以長期維持嘅生活。堅叔建議癌症康復後先做好4件事：第一，飲食重新建立，每餐有蛋白質、蔬菜、適量碳水化合物，唔好因為怕復發就極端戒口。第二，慢慢增加活動，由散步開始，再加入肌力訓練。第三，保持規律睡眠，固定時間起床，增加日間活動，減少長時間夜晚使用手機。第四，定期復診。如果疲勞持續惡化，或者伴隨體重明顯下降、氣喘、心跳異常、長期發燒、食慾大幅下降，就應該同醫生講，唔好全部歸因於癌後正常。最後，堅叔想總結今日內容：癌症治療完之後仍然攰，常見有4個原因：第一，身體仲喺治療後修復；第二，貧血或者血液系統未完全恢復；第三，肌肉流失令體力下降；第四，睡眠、壓力、荷爾蒙變化影響恢復。癌症康復唔係由治療完成嗰日開始結束，其
其實係另一個階段嘅開始。以前堅叔都以為打完療程報告正常就代表一切返晒以前，但後來先明白身體需要時間，生活需要重新建立，唔需要急住變返以前嗰個自己。每日食好啲，喐多啲，瞓穩啲，慢慢將身體養返穩。呢條路唔係一日行完，但每一步都係向健康行近。我係堅叔，呢度係癌友茶記，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講多啲癌症路上真正重要嘅事。